會依你意願來定做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，別要到天命最高。別以為叫始祖，下世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定做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，別要到天命最高。為叫始祖，下世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定做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，別要到天命最高。